咱三脚仔头来去倒。是阮徛通来求上帝，愿即时就指伫你的面前，我们来领受你的教示。恳求主你帮助阮，敲开阮的心门，恳求圣神亲自对阮每一个人来讲话，恳求你的话来养饲阮每一个打扫的心灵，互阮大家较无你的人会当得到帮助，也求你的话深深刻牢伫阮的心内，成做阮的帮助。也成做阮活命中的快乐，阮同心祈祷恳求是我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尊名，阿门。大家平安，平安。真欢喜今日有即个机会，咱来到英福教会来甲逐个人三角来领受上帝的话。今日我要甲大家来分享希西家王伊破病的故事，但是我未分享进前，反正伊爱先来介绍我家己，互大家熟悉。我是伫一个叫做台湾丰盛生命的协会，算是毋是误会吼？我伫旧年8月时阵，较离开我原底牧会的工程，是伫嘉义中会土库教会。我也真喜爱，互大家知影，因为我即个丰盛生命即个协会吼，就是伫咱有一个真重要的人物，就是咱英福教会出身的，叫做王家成。王家成长老，伊伫美国加州的迦南教会，迄个教会所设立的一个协会。即个协会其实是当3档的时间，会使讲是真短。但是即个协会，我所做的工作也是真简单，只有3项。第一项就是伫7月时阵，拢有迄个下季学校，因的第2代，就会采派因的第2代倒来台湾做宣教师、甲英文、甲音乐。第2项代志就是伫9月时阵，因的长老会倒来台湾上一个叫做人际关系课程，伫英福教会有上几若届吼。第3项代志就是伫玉山神学院，也是讲是伫迄个原住民诶迄个道学，将来要做牧师的，迄只神学生，因伫遐有课奖学金吼。就是因为遮的早期去到美国读册遮的人，伊伫加州，就是咱咧讲因迄个所在叫做四股吼，因为遐电子业真济，所以因已经食头路，有诶已经退休啊，有诶拢已经得到真好诶经济上，也是讲名声拢有啊。因开始销量台湾一个土地，所以因就设立即个协会来销量因诶故乡吼。当然，因有咱社员会定定倒来关心咱即个土地。今日有真好诶机会，互我来遮甲大家来三角对上帝话，倒来甲咱一解，互咱得到安慰吼。今日的题目叫做“我的人较会当学乐感谢上帝”，我的人较会当学乐感谢上帝吼。圣经是以赛亚书的38章，这是讲到希西家王的故事。希西家王伊一开始就讲到38章的第1节讲，迄个时希西家王破病得要死啊，然后以赛亚去甲讲话。讲你耶和华讲，你甲爱避放你的后事，因为呢，你得确实会当活。希西家王破病，请问大家，你敢捌破过病？你一世人拢无破病，请举手。
咱人吼，住伫世间，逐个人加减拢会破病。今日咱要通过圣经来看希西家王伊破病得到医治，伊写一首诗，伊讲，伊写即首诗吼，伫迄个第10章讲，我伫中昼时啊，我伫中昼时，我着要落阴间吼。安尼咱来想看觅，伊希西家王，伊是25岁做王，特别这青少年哦，咱来做数学吼，我们来做数学。希西家王伊25岁时阵做王，伊几岁过身吼？伊54岁时阵过身，所以伊破病得要死的时阵，上帝都加赏赐伊15冬。请问伊破病的时阵是几岁？佫一届吼，25岁做王，伊做王29冬啦吼，所以伊要死的才是几岁？54岁。但是因为伊迄阵在咧死，后来伊阁甲上帝祈祷，上帝阁互伊15冬，所以请问伊破病才是几岁？39岁。39岁对咱来讲是一个日头伫中昼时，壮年、中年是一个真勇壮的时阵。所以伊讲，我伫中昼时的时阵，我要离开世间。然后希西家王伊伫上帝面前流目屎来祈祷，上帝阁赏赐伊15冬。有一本册哦，叫做《歹事发生伫好人的身上》，Bad things happen to the good man。歹事发生伫好人的身上，就是讲好人会拄着歹代。好人换一句话来讲，基督徒好人敢会拄着歹代？毋是讲基督徒拢是好人哦吼，咱基督徒咱知影咱拢是罪人，无信耶稣的也是罪人。人讲吼，鼻仔软的，无一个是义人。咱踮伫世间，咱拢是罪人。但是呢，圣经讲因信称义，因为信耶稣，互上帝甲咱称做义。因为信主来称做义，今日你若信耶稣，做你的救主，主耶稣是咱的救主，伊的宝血要洗清咱的罪，洗清咱的不义，敢对？这着咱所信的，咱所信的基督教的信仰。犹大的国王拢总有20个，伫这20个国王的中间，我要请问咱大家，好的国王较济，还是歹的国王较济？歹的，哇，恁足巧的。因为吼，咱来想世间好人较济，还是歹人较济？歹人较济，所以歹的国王较济吼。但是今日咱所看即个希西家王，伊算是好的国王，还是歹的国王？伊算是好的国王。咱世间人出世，咱着带着即个原罪来出世，然后咱活伫世间呢，搁加添咱犯罪的机会。所以，咱今仔圣经看着希西家王伊破病，好人拄着歹代志，咱袂当了解。今日，但是要通过今日希西家王的故事，互咱来了解，歹代志有望会当发生伫好人的身上。上帝要通过即件事，至少咱要学习即件代志，就是伫今日经句，伫即个38章的17节。38章的17节讲，看啦，我受着大艰苦，是要互我得着平安，因为你欠我灵魂，要救我脱离迄个败坏的坑，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ฮ็伫你的骹脚片的后壁。17节讲，你上帝啊，你互我得着即个大痛苦，是要互我得着大平安。
今日咱真侪人因为破病来信耶稣，真侪人因为拄着凄惨、拄着艰苦来信耶稣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伊真优秀，因为我是做牧师的，牧师常常都拢会讲，哎呀，来信耶稣啊，来信耶稣啊。但是伊讲啊，我无要信耶稣。我身躯足健康的，我工课也真好，我赚的钱真济，我也无比你较歹啊，我也无比你较歹，吼。我甚至也无比你做基督徒的较歹，我也无比你做基督徒的较歹，我何必来信耶稣？等到吼，我破病啊，等到我了钱哦。等到我拄着凄惨落票的时阵吼，我开要来信耶稣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无爱咱安尼较来信耶稣啊，何必爱经过遐痛苦呢？我知影伫咱的中间有真侪人的家庭真好，事业真好，身躯也健康，囡仔真乖，其咱。伫人吼，世间人看起来实在是无啥物欠缺，但是呢，伊知影欠缺主耶稣的救恩，伊知影伫顺境的中间就来信耶稣，毋是伫凄惨的中间较来信耶稣、找耶稣。今日咱读即个希西家王，伊拄着真大的艰苦，人会想，会祈祷。会找，啥人我今仔会拄着遮尔大的艰苦呢？咱若看希西家王头前伊的故事，咱知影伊对上帝圣殿的代志是足热心的。但是上帝互伊伫39岁的时阵，就患重病，要来离开世间。伊讲：啥呢？啥是我？亲像你甲我共款，当咱拄着真艰苦的代志，你会问上帝讲：啥会是我呢？我有一个朋友，伊15岁时阵患真严重的病，医生甲伊的老爸讲：你倒去买棺柴。后来，伊的爸爸伫上帝面前。真痛苦，大声吼祈祷，讲主啊，你若医治我即个囝儿，我要甲伊奉献。结果无想到，伊真正后来阁活起来，所以伊个后来伊是一个牧师。伊讲伊是破病时阵，上帝呼召伊，甚至伊讲伊实在是并无欢喜，因为是因爸爸替伊奉献的。伊讲毋是伊家己要奉献的。但是，伊甲我讲哦，我甲你讲哦，做牧师的人哦，拢真巧，真巧的人才会当做牧师哦。因为哦，阮是做一日歇6日，恁普通拢做6日，才会当歇1日。我会记得我细汉时哦，我有一个囡仔去做礼拜，坐伫遐，然后拢会有奉献嘛。奉献了，像遐个收奉献的人，就行头前，徛伫遐祈祷。伊讲囝就甲我手问讲，咱遐钱敢是拢要互牧师的？今日伊做牧师，是因为上帝互伊拄着真大的艰苦，亲像希西家王讲，我拄着。足大的艰苦，极大的痛苦，是为着要互我得到极大的平安。即个17章吼，我想足久，我想几若日，这是真矛盾的代志，真矛盾吼。我得到大艰苦，是为着要互我得到大平安。我就想着我细汉的时阵，我做囡仔的时阵，真搞怪，所以就会。去互妈妈修理，食得到煮茶吧的时阵，你感觉想过
你的爸母用嘴仔甲讲的时阵，是为着你好吗？敢有人爱互爸爸妈妈是拍的？我想无。咱破病时阵去病院，互医生看，有当时啊，医生会互人会甲人注射。迄个注射，我想无人爱注射，但是注迄个射，迄个疼是为着要互你会当好起来。注射、风拍拢会疼，拢会艰苦，但是即个艰苦是要互你会当好起来。希西家王伊伫圣经内底，伊就讲着，因为你疼我的灵魂，要救我脱离迄个败坏的坑，因为你将我一切罪ฮ็伫你的骹只疼的后面。我伫10几当前有拄着一个真大的艰苦，伫咱中间有个人知，有个人毋知。但是当我拄着艰苦的时阵，我就想，啥呐？我拄着即个遮大的艰苦，是因为我犯罪得罪上帝吗？求上帝赦免我的罪，但是毋是讲安尼尔尔。因为主啊，你疼我，你互我拄着艰苦，伫即个艰苦的中间得到主来平安，互我脱离迄个败坏，互我的灵魂得到保守。我渴望今日圣经集第17集，咱逐个人倒去会当倒看，搁来想。但是你若无拄着艰苦，有当时啊，咱较袂想，较袂去想吼。所以我今日要伫即个中间，要来甲大家分享一个我的故事。伫即个1997年，安尼大概是14年前的10月13，是我即世人上该不能忘记的一个日子吼。因为伫差不多1个月前，我的先生已经甲我讲，伊感觉真忝，感觉真忝，啊，搁食物件拢没有胃口，食袂落去。然后伊早起起来时阵会流汗，搁早起起来时阵放尿的色，迄个尿的色是较红色。我就想讲吼，因为阮兜吼，我咧厝住伫迄落14楼吼，啊吼，阮兜无冷气，迄个时阵，所以我就想讲，咱早起起来，大人拢嘛会流汗吼，因为无冷气嘛，啊，大人吼早起起来会放尿拢会较清，所以迄阵拢无啥物任何的感觉。后来我甲伊讲，因为伊较43岁，我拢无想着讲伊是会破病，所以我就讲你爱去做身躯检查。伊呢生着是780公分，然后是差不多强要90公斤，所以会使讲是汉草真好。迄个时阵无像即摆是周休2日吼，但是迄个时阵伊是10月10号，所以拄好有一个连续假期。我就甲讲来去迄个，因为伫南部，我感觉上大间，迄个时阵是长庚医院，咱去上大间的病院好好啊检查。当伊去到病院了后，护士若讲，迄个时阵要身躯检查，无像即摆吼，迄个时阵身躯检查是爱换伊迄个急诊室入去。急诊室，但是急诊室吼，普通是不是很干净，不干净，无清气，还阁真乱的一个所在。所以当阮去的时阵，迄个护士讲，啊是啥物人？因为伊生啊足大汉，我讲伊要身躯检查，阁互一个病床。然后我发觉迄个所在真正是真毋是真好的所在，所以我就甲讲，我就请一个看护来顾的，因为我甲伊带迄个囡仔，迄个囡仔落去台南，我讲吼，我吼，逐日拢来甲你看，逐日煮物件过来安尼。到第三日个所有的检查拢出来啊！我拄好去到病院时阵，伊拄后迄病床顶要落来，我甲问讲，你落来要创啥？伊讲病，医生甲我讲我的报告出来，叫我去听。我讲哦，你等遮等啊，我去听共款，我听我较倒来甲你讲就好啊。哎，
伊感觉有道理，所以我就去迄个医生，伊甲我讲你是伊啥物人？我讲我是因太太，你甲我讲也共款。迄个医生甲伊的 X 光放伫顶悬，甲我讲你也看吼，伊的腹肚内底已经有几若粒的淋巴结，我会当甲你讲，伊是淋巴癌第4期。我吼袂当相信我耳孔听着，甲我目睭所看到的物件。我甲医生讲，你看，你有确定你咧讲啥物吗？医生甲我讲是，伊讲吼，我会当甲你讲，伊是淋巴癌第4期，但是我袂当甲你讲伊是啥物种的淋巴癌，伊得爱去大病院，然后搁做愈较仔细的检查，才能够断定是这一种的淋巴癌。然后吼，我回头去看咱先生，伊坐伫迄个门诊顶吼，迄个目睭吼是眼巴巴的望着我，要回去要去甲讲伊是患啥物病。哇，毋是真远，可能后只到心肝内迄个位安尼。但是我过头去甲看，我真正毋知我要安怎甲讲。我感觉即段路吼是我一世人上长的一段路。然后我真坚强，我阁想着我的阿嬷，伊就是淋巴癌，但是迄个时阵还活咧，拢一直活咧，所以我就真轻松，做去甲讲，无要紧啦，甲阿嬷共款。然后我甲出去外口，哇，敲电话互我上好的朋友，就大声吼了，较紧阁去迄个洗手间吼。甲啉水互清气，通甲讲，较倒去甲讲，无要紧，我想咱倒来北京病院做检查。所以即日，阮就离开中间的病院，然后阮就驶车倒来台南的新台病院，搁做一届检查。因为做到遐已经是暗时啊吼，半暝啊，所以我咧驶车伫高速公路的顶悬。其实我一面驶车，目屎一面流落来。伊毋知影遐严重，所以伊伫边仔一直甲我讲：放心啦，你著爱有信心吼。然后，伊伫病院内底咧做治疗中间，坦白讲，有当时啊真好，有当时啊真歹，所以我的心情就对伊安尼高高低低的起伏。另外，我真艰苦，我甲上帝。讲我没有办法这样子。然后我咧读圣经中间，我就看到一则圣经章，我看到希西家王，伊甲上帝讨掉头呢。我甲上帝讲，上帝啊，求你互我知影，我头一个路是有啥物结果。迄一日呢，上帝互我做一个梦境，一个观察。哇，我真正实在袂当接受，但是呢。伊阁愈来愈好，医生阁甲我讲，你爱有信心。所以，我阁非常有信心。我甲上帝讲，哎呀，我虽然看到检查，但是我并无看到，我并无去看迄个检查内底是有人啊无人。然后，我犹原是真坚强，落去甲伊做做迄个化疗，一连串的化疗内底吼。然后，到尾啊，我会记得。伊要离开世间的前3天，我有一日，我伫阮兜咧灵修的时阵，上帝甲我讲，伊要小数伊一个真新的画面，伊要小数伊一个奇迹，叫我的心内爱安静。哇，我真欢喜的，我吼较紧走病院，起来，我就甲伊手空的伫遐祈祷。上帝甲我讲，伊要树立一个新的画面，伊是安尼开始叫做神迹吼，因为医生都没有办法，医生都无法度的时阵，你开会当医好，安尼开始叫做神迹。医生若个医好，安尼就无叫做神迹。伫我的想法是这样子，所以我讲，咱做伙感谢上帝。伊倒了后，伊甲倒落去啊，后来伊个拢倒无起来，3日了后，上帝佫甲接倒去。坦白讲吼，我是完全袂当接受，因为伊做遐个过程吼，甚至伊的血拢换，伊的
关帝五神变做美神，伊规个人拢换过啊。伊只若我讲爱有信心，应该是无问题。所以当他们讲伊要离开世界时，我差一点仔，我一点仔心理准备到无，也就是讲我差一下就无法度看到伊改过一面吼。然后我甲遐个代志拢办了后，我实在是完全无法度接受，我就离开台湾10时间，我就迄阵我去到美国。我就想着，人生吼上悲惨3项代志。第一项就是白头毛的送乌头毛的；第二项就是少年的寡妇；第三项就是细汉囡仔无老爸孤儿。我会记得吼，迄个时阵拄好拄着感恩节。感恩节的亲像咱即马差不多11月，迄个牧师伫台你毋敢倒，伊就讲，咱爱感谢上帝，咱爱感谢上帝，你要感谢上帝啥物代志？我心内想讲，哇，我拄着遮凄惨的代志，我是要感谢啥物货？但是当我慢慢仔想，因为迄个牧师中爱写10项你要感谢的代志，然后真正我就开始拿一支笔，拿一张纸开始写。我也写10项代志要感谢，我要甲咱大家来分享。第一项，我腰会当活咧，我腰会喘气，我阁有健康的身躯，我要感谢上帝。第二项，我即个囡仔非常的乖，我感谢上帝。第三项，我的爸母也非常的健康，我阁有爸母。第四项，我阁有兄哥，我有小弟，我有姐姐的支持。第五项，因为我迄阵是咧读新学院吼，所以学院内底的同学、老师非常的关心。第六项，教会内底有牧师、长老、会友为我咧迫切的祈祷。第七项，我的婆家吼，就是大家台湾那边非常的支持。第八项，我的亲情、我的朋友随时拢伸出他们的手，我若有啥物需要帮忙的，甲因讲，因就会出来帮助我。第九项，我的同事都会嘘寒问暖，就是拢非常的关心。第十项，我的经济的能力阁会当过去吼。经过10几冬啊，今仔日阁是来到11月，会使讲是一个感恩节的日子。我倒早一届要来算上帝稳定的时阵，我就想着上帝伊的信息无改变，伊永远的听我听你，就亲像咱头头所念的信息483首讲，主的恩赐咱敢算会了。主的恩赐，你若要来算，你着满心感谢上帝的大慈悲。所以今仔日感恩节，感恩的即个各位，我要爱咱做伙来想，咱做伙来想，亲像希西家王伊破病的时阵，咱要来想几项代志。第一项，主要说。伊予咱今日了活咧，咱要感谢伊。伊每一日保守咱出入拢得着平安。我知影有真济做爸爸做妈妈的，伊的囝儿若无倒来到厝里，无听着迄个车库的声，车吼平安倒来，伊袂真正困去吼。所以咱第一项要感谢主耶稣，搁留咱的活命到今日，这是咱第一项要来感谢。第二项要感谢啥物货？咱要感谢上帝，赏赐咱逐项拢够额。今日
世间有真侪所在是食袂饱，甚至即几日啊电视新闻咱拢看甲真清楚，震惊。有个人讲我可能也无通大，我是细厝的，但是我要甲咱讲，咱对上帝有信心，相信将来咱有真紧，咱也会有家己的所在。咱感谢上帝，互咱无欠缺。感谢上帝，所赏赐互人的，咱所需要的拢无欠缺，毋是咱所爱的哦。咱所爱的是无限，但是咱所需要的，伊无互咱欠缺。咱所爱的是有一间厝，就爱有第二间厝；第二间厝就爱有第三间；第三间就爱有地庄。咱所爱的无限，但是咱所需要的，上帝无互咱欠缺一项。第三项呢，我要甲咱大家来感谢上帝，互咱永福教会伫遮几单啊54单啊，甲着感谢上帝，互永福教会伫即个所在，因为我看咱教会的周报，咱有真好的团契，有啥物甜蜜团契啊。双年团契、少年团契、青年团契、圣歌队，足侪，我看咱即间教会做足侪事工真水。教会有妇女团契，有少年团契，有主日学，特别咱若真有囡仔，我真意爱，咱爱利益咱的囡仔，爱带来教会，因为来教会所教伊的是好的。咱一世人拍拼所读的，就是要留互咱的囝儿孙。咱阁留愈较济，伊若变歹吼，就无采咱的辛苦甲着活。所以你若有囝儿孙，请你爱带伊来教会。第四项，咱要感谢上帝，带咱经过2012年，今年时间咧过足紧，今年才要结束啊。虽然伫今年的内底，咱拄着真济会无共款，拄着真济的困难。无论是经济上的，还是政治上的变动吼，但是咱有愿感谢上帝，带咱经过2012年。第五项，咱要感谢上帝，拯救你的活命。假是你若是信耶稣的人，你若相信主，你就会当得救。上帝恩典是白白互人的哦，白白，啥物是恩典？就是你无付出代价，但是你无付出代价，是别人付出代价。我毋知影，咱有诶教会结束了后会有食爱餐。我较拄仔有先走去六楼，我看有诶妈妈伫遐咧煮菜、洗菜、煮饭。你有爱餐啊？食是别人替你付出代价，虽然你无伫遐做工课，但是是有人，这是白白的恩典吼。对咱来讲是白白的恩典。但是是有人替你付出代价，所以咱有真侪代志，咱有看到真侪代志，咱会当感谢上帝。所以我爱咱大家用淡薄的时间，咱要目睭开开，咱要来想，你要感谢啥物？请你目睭开开，你要来感谢上帝啥物代志？你要感谢上帝啥物代志？你讲袂了，伊主予咱逐项教业，每甲教业阁有剩。虽然有时咱会拄着歹代，有时会拄着破病，有时会了钱，有时会拄着艰苦，有当时啊会拄着关系破裂、现灾人祸，拄着人的出卖，拄着无理的对待。但是咱有缘要感谢上帝无改变的疼，因为上帝疼你，上帝疼我，伫你的家庭，上帝疼你，伫囡仔，伫你的囡仔的身上，上帝疼你，伫你的身上。所以咱要用淡薄的时间来想，你要感谢啥物？
是阮疼痛的主上帝，阮要感谢你，互阮对出世到今日，你保守我，互阮永远会当活下。你赏赐我，互阮无欠亏，互阮逐项狗野阁有剩。主，阮也要感谢你，互阮今日会通徛起伫台湾这个土地。主啊，阮拄较要感谢你，互阮有老爸老母，互阮有好的妇人，好的丈夫，互阮有好的囝儿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为着阮也陪伴即间永福教会，互阮的人生会当伫遮来得到栽培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今日有即种感谢的心。愿主你，互阮会通照阮感谢的心，表现伫阮的生活的顶面。阮当心祈祷，是我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尊名。阿门。